就上台。有礼物要赠送给你们3位，那你们是同年级的吗？不是啊，那您是几年级？6年级。那您5年级，那你呢？6年级。那您吃的比较少。平12岁身材差遐济，所以您要稍微跳绳嘛，好不好？多跳绳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徐主任一起拍张照，好不好？来，那徐主任也在后面。老师，来，往前站一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我们一起来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谢谢，这是我们的景山国小非常精湛的这个打法，有点应该算是我们的这个舞台剧了哈，有很多情节在里面。这3位小朋友表现得非常的好，我们再次给我们的这个徐主任跟我们老师还有3位小朋友再给他热烈鼓励。还有我们最辛苦的就是理事长举办的今天中秋佳节晚会，新的拍这个新天地狗3451拍专辑。谢谢，感谢徐主任。如果我们社区常常有这种表演的话，再邀请徐主任能够派出我们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小朋友一同来参加，好不好？